哎呀，今年不是好年景啊！战事一触即发，晋梁之间不管哪方获胜，对本朝来说都不是件好事。天灾加上兵祸，只怕不久，便会有更多北方来的灾民涌入这东部的附属之地，形成灾民潮啊！这宁毅越发不可小觑啊！杨立行，这是在船上。此时已到，把那2个女人去，卖松花蛋的交给新雇的，另外那个大小姐。